就是你给他。我来。对，哎，好。你坐在旁边，穿着个好吧？要小孩子一定要出来，不能单个。俺去牵出来的，限制出来以后，俺也没用。还有，你那还有。待会儿先进去走。我这个不好。好的，放到船上。把衣服拿。把衣服拿。别，不要到水里去。这个雨棚这里你要小心点。我先上去。